不得不讚歎近年韓國娛樂圈嘅軟實力真係無遠弗屆啊！單係 Blackpink 4個靚女就已經橫掃晒成個地球咁滯，仲未計今年突然爆出嚟以韓星做背景嘅 K-pop Demon Hunter。但係放喺 MMA 界入邊，我就懷疑佢哋近期係沉迷緊另一套源自於韓國嘅 ACG 大作《我獨自升級》。單係睇下呢兩位冠軍級大哥齊齊話要升榜打高一級，搞到3個量級翻天覆地，就知乜事啦！大家好，打邊爐嘅時間，第一次光臨本頻道嘅朋友大家好啊！打邊爐係一個以廣東話為主嘅綜合格鬥頻道，為各位帶嚟包括 UFC 等嘅 MMA 賽事資訊精華、選手們奇人奇事同埋其他花邊新聞嘅，打住邊爐咁輕輕鬆鬆同大家回顧翻拳拳到肉嘅八角籠動態。每次比賽之後，我哋都會為大家帶嚟短片邊爐短打，唔使1分鐘，快速同你重溫比賽嘅要點。如果覺得呢個頻道啱你口味嘅，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最好就係 subscribe 埋我哋打邊爐嘅 channel， 撳埋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你啦。唔講咁多，開波打邊爐啦！今集既然講升榜，邊爐冷知識就同大家分享下 MMA 嘅體重量級分層啦。上一集講過，初代嘅 MMA 真係冇乜規範㗎，比賽時間已經冇限制㗎啦，就連對賽選手嘅體重都冇王管㗎。試過一個200磅嘅選手打個600磅嘅都夠膽死㗎。但係自從2000年初有咗 Unified Rules， 對賽選手要喺較接近嘅體重範圍之內先可以打，情況就公平好多啦。以 UFC 嚟講，男子組總共有8個量級㗎，分別係體重上限125磅嘅型量級 Flyweight， 上限135磅嘅初量級 Bantamweight， 上限145磅嘅羽量級 Featherweight， 上限155磅嘅輕量級 Lightweight， 上限170磅嘅次中量級 Welterweight， 上限185磅嘅中量級 Middleweight， 上限205磅嘅輕重量級 Light Heavyweight， 同埋上限265磅嘅重量級 Heavyweight 嘅。本來 Unified Rules 話仲可以有個超過265磅無上限嘅超重量級 Super Heavyweight 嘅，不過 UFC 就冇開到呢個量級啫。女子組方面 ，UFC 入邊最輕嘅女子組重量呢，就係草量級 Stirrweight， 但係同專業拳擊唔同，女子 MMA 草量級嘅體重上限係115磅嘅。另外2個量級分別係型量級同初量級，體重上限同男子組一樣嘅。值得一提，本來 UFC 都有搞女子嘅羽量級組別嘅，前任女子羽量級冠軍仲係同時橫跨女子初量級嘅雙冠軍，外號獅子乸嘅 Amanda Nunes。不過由於呢個量級嘅女子選手啊買少見少，加上同觀眾緣又真係冇乜，所以後來就冇再搞女子羽量級組別啦。各位師兄師姐，唔知你哋最中意睇邊個量級嘅比賽呢？留言傾下偈啊！講起 UFC 322兼我獨自升級年度最終回女子版嘅麗姐升級篇，上2集我哋就講過啦，記得去翻我哋嘅 channel 重溫啊！今次講嘅係男子版我獨自升級，首先要捉翻呢2個男主角出嚟先，格魯吉亞選手鬥牛勇士 Ilia Topuria 同埋俄羅斯選手鷹爪門大師兄 Islam Makhachev。試完本來喺 Featherweight 雄霸一方嘅 Ilia Topuria，喺自己個量級都贏到悶啦，獨孤求敗嘅佢，於是放低條冠軍腰帶，跑低一眾老對手嚟個我獨自升級，打上一格挑戰 Lightweight 嘅王者寶座，話明要劍指原輕量級冠軍 Islam Makhachev。點知同樣係輕量級大殺四方嘅大師兄，咁啱同鬥牛勇士一樣，有獨孤求敗，同樣決定掉低條腰帶，同埋一眾輕量級嘅挑戰者有獨自升級，升榜去打 Welterweight。鬥牛勇士一心諗住嚟打大師兄，結果摸咗個門釘。Featherweight 嗰邊又不能一日無軍，真係搞到白老闆頭都大埋。結果白老闆先安頓好 Featherweight 嘅冠軍寶座。最後由澳洲嘅和哥 Alexander Volkanovski 喺今年4月 UFC 314以 Unanimous Decision 打贏咗 Thiago Lopez， 36歲之齡再次成為羽量級嘅冠軍。
過嚟輕量級挑機嘅 Ilya，白老闆就安排咗當時量級排名第2、前輕量級冠軍拉哥 Charles Oliveira 應戰，爭奪呢個被懸空嘅 Lightweight 冠軍寶座。可憐牙義氣嘅拉哥喺今年6月尾 UFC 317第一回合2分27秒就俾鬥牛勇士一個右勾拳加左勾拳嘅 combo， 將拉哥 lock out。Ilya 閃電贏咗條冠軍腰帶啦！好啦，成個 UFC 男子版我獨自升級，終於嚟到今年嘅最終回，由大師兄喺11月中 UFC 322踩場挑戰 Welterweight 冠軍澳洲選手 Jack Della Maddalena。話說 JDM 今年5月先喺 UFC 315打贏咗 Belal Muhammad， 首次坐正做次中量級嘅冠軍，拳腳實力有翻咁上下嘅佢。個王座都未坐暖，就要應付大師兄上門踩場，真係替 JDM 擔心啊！要知道大師兄 Islam Makhachev 嘅來頭幾猛先得㗎。首先 Islam 嘅同門大師兄就係現時貴為鷹爪門掌門人，前 UFC 輕量級無敗霸主 Khabib Nurmagomedov。聽聞 Khabib未退役之前，兩師兄弟練習嗰陣都已經打得難分難解㗎啦。再睇翻 Islam 嘅戰績。職業 MMA 戰績27勝1負，對上一次輸已經係2015年10月嘅事咯。作為鷹爪門大師兄，擒術技術當然係獨步天下啦。最慘嘅係佢啲拳腳都同樣唔惹少㗎。反觀上場 JDM 打 Belal 嗰陣 ，JDM 末段面對住對方嘅剔單，都好似有啲危危乎喎。諗住 Islam 打開輕量級，力量嚟到次中量級就未必夠強啊！少年，你太年輕了。有名宿話過，大師兄如果唔係打比賽嗰陣，其實好大隻㗎，都唔知條友點樣減落去上限155磅嘅輕量級嘅。有可能次中量級170磅先係大師兄本來應該最好發揮嘅量級嚟㗎。而升咗級嘅 Islam， 除咗話自己高咗、大隻咗、自信心翻晒嚟之外，最緊要係練習完想食乜都得。唔使再左計右計會唔會超磅，仲話唔會再落翻去輕量級打咁話。但係有路邊社消息放風話，升咗磅嘅大師兄力量係大咗，但體能就明顯下降咗，比以前容易體力透支同爆胎喎。咁到底呢場我獨自升級嘅年度最終回冠軍爭霸戰，邊個會笑到最後呢？埋嚟留言傾下偈啊！話說又有師兄私下 PM 我，話10月尾有一場鬥巴星大賽，有位參賽嘅國術大師俾人兜咗3巴，升到暈咗，想我就呢件事講幾句喎。作為傳統武術出身嘅細佬，點會冇興趣睇下乜事啊？就等我哋打邊爐，同大家睇下呢一巴到底有幾架勢。事件發生喺10月31日，一場名為 Power Slap 嘅世界職業打耳光大賽。其中一場賽事，奇家通背拳第9代傳人趙洪剛師傅出戰哈薩克選手 Mohammad Amantayev。賽事以回合制進行，每人每次先後打對方一巴，被打者只可以硬食，冇得擋又冇得避嘅。話說 Amantayev 先行進攻，第一巴右手向住趙師傅左面刮落去，已經打到趙師傅左邊眼角爆晒光流晒血啦。第二巴 Amantayev 都係右手升埋去趙師傅左邊，趙師傅今次連拳骨都又腫又瘀，左眼紅晒仲流晒鼻血添。點知道趙師傅進攻嗰陣，兩回合 Amantayev 都竟然避喎，於是趙師傅兩回合都可以獲判打多一巴。Amantayev 雖然俾人扣分，不過哈薩克選手都可以頂得住。去到第3回合，由於之前 Amantayev 打到自己右手傷咗，於是第3回合就改用左手進攻啦。結果就係呢一巴轟落去，趙師傅就應聲倒地，即時暈倒熄機啦。事後趙師傅喺當地醫院接受檢查之後，確認就冇腦震盪，但係拳骨就有啲骨裂，然之後眼角又縫咗5針咁啦。不過好多網民就立即衝出嚟笑趙師傅，又話趙師傅打人冇力，又話全武唔好衝出嚟收家等等。鍵盤戰士果然抽水第一啊嚇！不過要我去講的話，我只係唔明呢啲鬥巴星回合制硬食賽事到底想表現啲乜嘢啫？任何動物見到自己俾人攻擊，
本能唔係閃開都會擋啦，做乜要硬食呢？就算我打機玩 RPG， 回合制俾人攻擊嗰陣都可以揀擋定係避啦，雖然好多時都避唔到食晒。更唔明嘅係，如果係諗住參加呢啲比賽去宣揚傳統武術嘅話，就仲不智。我認知嘅武術體系係要講攻守兼備嘅，特別係傳統武術，好多招式都係以防反為主，防咗佢一招，跟手就進攻。但係參加呢啲比賽，攻又得一個攻，守又唔俾守，唔通你真係當自己識傳說中嘅金鐘罩，乜都硬擋晒啊？如果你問我，真心想對外宣揚自己套武術體系係 OK 嘅，不如去參加啲似樣嘅搏擊比賽好過啦，唔使一定要 MMA 嘅，玩下啲自由搏擊賽事，甚至玩下啲館內賽都得。放眼亞洲、美洲、歐洲，每個地區都或多或少有大有細搞呢啲比賽嘅，要證明自己，揾啱個渠道會唔會好啲啊？唔知各位師兄師姐又點樣睇呢啲鬥霸性比賽啦？齊留言吹下水啦！今集嘅打邊爐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師兄師姐同我哋一齊打撈打咗咁耐啊！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打邊爐嘅 YouTube channel，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哋啦。有你哋嘅支持，個爐先可以保持熱度打落去。密切留意打邊爐頻道，我哋下次見。